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7日公司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开始来看，今仔是28年假的最后一天哦。昨因为各地拢是好天的天气，有侪民众出门佚佗，全台湾的风景区拢大塞车。高速公路局嘛预告，今仔车流量大约是114.8万公车公里哦，是普通时的1.3倍，有8路段上高塞车。民众要出门之前，就要先查一下路况。樱花大开，武陵农场有真侪游客，大家慢慢散步来赏花，一个看去，路边拢是来赏樱花的车。连续假期第2天天气真好，各地拢出现出来佚佗的游客。高公局提醒用路人，8月3月7日是连续假期最后一天，有高中道过了后是国道上北车上最时阵，要准备倒来工作的人，会用多多利用中道12点以前离峰的时间来出发。另外，东部苏花路龙228这天车流大体上有顺，公路总局分析，所来尖峰就是3月7日中道收假日上北的车流。那目前预估大概就是说，在从北上长斗路段，那跟这个和平这个路段，那明天北上中午到下午这一段，可能行车速度会稍微慢一点。因应连续假期，民众到东部去旅游，公路总局也在尖峰时刻以后调整车流。那拄到上北车流上最时阵，为着避免苏花街崩坑内底塞车，会用后期来调整车辆进入，请开车人耐心等待。记者自综合报道。再来看天气，今仔各地嘛是侪云好天，日时会真热热，早暗会较凉冷。来看上新的温度。今仔是年假的最后一天，除了东半部会落淡薄仔雨，其他的所在拢是好天，嘛真热热的天气。温度上悬大约是26度到30度，日跟暝温度嘛是差真侪。明仔载甲后日东北季风会搁再增强，北台湾又搁是湿湿冷冷的天气。这方面的北部搁有东半部地区卖落淡薄仔雨。拜4、拜5，东北季风会减弱，气温会回升，也毋过东半部嘛是会落雨，其他的地区是侪云好天。全台湾哦，今仔空气拢介歹，是干乜色的天气哦。透早佮暗时会有蒙雾，能见度是无介好，所以赛车就要特别注意。咱再来看海草大的公道人数，这几天伫环保团体拍拼宣传，已经收到将近30万份的人数。人数总部嘛宣布讲，当初的目标是定35万份，即马希望伫3月7日会使有45万份哦。昨28，民众党的人士一边关会嘛先煞参加海草大的公道人数，嘛呼吁大家会使理性来讨论这议题。伫连署签名，民众党的秘书长谢立功甲立委赖香玲，其新增的关会地点参加国际关会活动，也签名连署海草大公道。我认为对公民团体来讲，当然过去一直是比较边缘的，没有办法受到国内重要力量的关注。我相信今天我们到这里，就是希望回归理性的这个思辨，让公投的这个门槛达到之后，让国人来用这样的一个程序。面对重大政策的一个决定，那要破坏它很简单，很快，只要一个政策、一个决定就会破坏掉它。所以我觉得，我希望也呼吁每一个民众，大家站出来。根据中选会资料，海草大公道理解人数第3月17日到期，环保团体讲，到28已经超过基本的人数条件，有29万6697份。人事总部宣布提悬当初设定的35万份的安全条件，希望在3月7日进行冲到45万份。我们的志工呢，不断的到街头去宣传，在网红开始帮忙我们之后呢，就开始急速上升。他们自认是梗图自认可以去维护他们那种开发的正当性，可是这些都是错误的资料。我就今天脸书简单几句话，你不要说谎，就不必一再的圆谎。带头公道的潘忠正感谢各界支持，讲环保团体已经替海草大发声几多年，伫最近得到真侪网络上的意见领袖，甲各种立场的团体关心，互海草大的代志，互大家更加知影。所来的专业冲到40-50万份，互政府知影有偌侪民众伫咧关心这件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做伙来关心缅甸2月7日发生政变，民间反对军方的抗议嘛愈来愈烈，军方即镇压的日头嘛愈来愈硬。伫各地嘛发生军人向民众开枪。联合国上新的消息是，目前伫缅甸的国内已经有至少18人死亡，30多人受伤。
缅甸军方针对反政变示威3礼拜以来上大规模的一波镇压，预备进入第2天。第一星期，总共有示威者规身躯拢是血倒伫涂骹，叫其他抗议者赶去送病院。当地媒体报道，是叫枪击所伤到。南部大城土瓦嘛有媒体打出一个示威者胸甲手骨总共着3尺，以后人员咧抢救的画面。东港街路的示威者用阿蒙头装啊甲、德国甲金属的炸弹贴起来录像来弹汽油弹，被阻挡军警的驱赶。政府动用催泪弹、水枪甲手令枪击，甚至伫部分个案当中用真的枪击。而且一天就传出2个人罹难，还佫有470个人去红掠，啊，毋过拢无法度阻挡民众继续组织游行。Aku tiga ya cina kau payment tu mesti cina kau payment itu ya cina 这里也都比较不一样的，就是秋葵木的，伢一个种植没有，单个农产的，但是秋葵木的阿罗嘞，地图里面招分的两毛出来的，那比较，到底是啊，别个到我们，那单个那个古早怎么干嘛？到底是啊，等他们的要你那里，阿德是啊，我不要点了。啊，若是日后缅甸驻联合国大使卓莫敦比出3载的抗争手势，伫联大会议顶悬公开呼吁国际社会动用任何必要的手段来拍拼恢复缅甸的民主了后，已经随去军政府撤职。缅甸国家电视台27报道，卓莫敦是因为反背国家、违反职权，还佫有滥用职权来去用撤职。啊，毋过联合国到但还无承认政变了的新政府。前政府所指派卓莫敦表示，会继续战斗到底。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再来看今年初，香港警察甲53位香港民主派人士抓起来，总有47位和香港国安处以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起诉，包括前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佮有几位民主派议员。这案今仔开庭，伊嘛到法院旁听。咱国外交部长吴钊燮嘛伫推特发文小挺香港，批评中共根本无信到自由甲人权。关水案今日警署报道，47位不法党甲参加去年民主派初选的人士，和香港国安处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包括前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民主党林道廷、社民连的陈祖杰甲牛国雄、专案区议员张岳辉甲生理人林景南等人，拢被透明扣留，3月7日会第一遍听审。Is this the end of the democracy group in Hong Kong? Do you think? Definitely not. I'm very faithful in Hong Kong people. 我最主要就同我家人講，我冇做錯過事，我冇做過任何違法嘅事情，所以就算到最後係會去到一個被起訴，甚至乎我自己都係問心無愧。香港警方伫咧1月初逮捕53位民主派人士，要阿拢保釋。2拜即天突然間通知因愛提前到警署報到，講因去年7月所參加的泛民所辦的初選，是意圖和行政長官下台癱瘓特區政府。47個人到場了被起訴，只個8人繼續保釋。其中包括美籍人權人士關尚基，伊形容香港怎麼就敢若是大型的拘留所，就算無互人掠去關，會當享受的自由也慢慢消失。Even though I am not charged personally, at least at this stage, I will give full support to those who have been charged and who will be facing trial, because from my perspective, they have done nothing wrong. 外交部长吴钊燮伫咧推特发文批评，讲这47个人被起诉，证明中共根本无伫咧插自由甲人权。希望这我朋友会当支持落去，就算是暗暝正长，总是重见光明。另外，陆委会28暗时也发书面声明，讲过去当做的代志，怎么说互人解读是颠覆政权，相信各界拢无法度接受，一直打压，只会引起国较侪对抗甲敌意。记者综合报道。再来，朝观众朋友来看今日报纸新闻，咱先来看联合报。海草大的公投人数涨至全台湾500个地区，和民众来签署，一口气就收到57000多份的联署书，目前拢总有超过29万份，嘛已经达到中选会规定的门槛。联署总部嘛呼吁讲，明仔载应该会使来拼到35万份，呼吁民众做伙来联署，和政府看到咱人民守护环境的决心。再来看《彭哥日报》，美国前国防部长盖茨警告讲，目前台海局势是非常的危险。伊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会侵犯台湾，会先对外岛动手。
该次呼吁美国应该直接向中国表态，强调讲美国会在必要的时阵来协防台湾，嘛应该向台湾来表明讲，若是国内有人单方面想要来改变现状，发动独立，台湾就只好爱靠家己咯。再来看《自由时报》，中国雄雄宣布讲，对3月初开始要禁止台湾的往来进口中国，嘛互全台湾的企业站出来话讲，要来保护台湾的农业。专人就宣布讲，今年至少要买1万吨的台湾往来，就算了钱嘛要买。公共银行一印是讲要买50吨，台湾企业银行嘛讲要买30吨，来消停台湾的农民。那台湾的往来有风声，即马有风声讲高雄六股农会嘛已经收到中国方面讲要求林务嘛要暂时卖出口哦。也毋过农委会是出面解释讲林务的代志只是迄厂商的问题尔。台湾的往来3月份开始去中国禁止进口，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甲行政院长苏贞昌全部出动来挺正往来的农民。毋过即马所传出高雄六股农会接到贸易商的通知，原本定伫后礼拜要出口超300箱的莲雾去中国，去用紧急划停。这件事情是完全不正确的讯息。任何两岸的农产贸易，有任何一方要做任何的决定，那农委会这边会在第一时间会收到这样的讯息。到目前为止，完全没有收到对岸所谓的要阻挡我们莲雾出口到中国的事情。不是他们对岸的官方的指令，纯粹是那个贸易商因为他是觉得说现在市场不稳定，所以说就请我们下个礼拜暂停出货，纯粹就是这么单纯，没有任何政治因素。高雄莲雾一年产量超5700吨，六股农会合作的贸易商超有3-4间，目前敢若一间因为个别的因素要求将后礼拜出口。这300箱的莲雾算算咧超1800公斤，数量无济，会继续追踪甲观察，嘛会准备应应措施。若是确定去中国禁止进口的往来，蔡英文等等的会首长嘛特别落难甲农民面对面爱因放心。出口的对象不合理的措施，咱做政府的第一项代志，就是爱保护咱的农民，不会让农民受到影响、受到损失，这就是政府的代志。所以我要甲大家讲，我今日来跟他讲一句话：免惊免烦恼，政府听你。总统蔡英文甲高雄市长陈其迈下晡伫咧高雄的大树乡来食往来，而且呼吁企业大家拢来认购。除了安尼以外，高雄市嘛提出往来团体采购，甲各中各小营养午餐认购的相关补助，希望结合政府甲民间的力量，帮助农民渡过这个难关。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疫情高滚价，全球的病例数已经超过1.1亿例，死亡的人数有253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台湾暂时新增加一个病例，目前是955例；中国的病例有89000例，香港超过11000例，日本超过43万例。目前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印度和巴西。美国已经超过2900万例，印度超过1100万例，巴西超过1000万例。伫欧洲，英国超过418万例，法国嘛超过374万例。咱再来看巴西新冠病毒的变种病毒已经扩散。英国卫生官员昨时表示，伫英国嘛发现有6例这款巴西的变种病毒，其中有5个病例捌去过巴西旅游。伫伦敦东部地区沃瑟姆斯托一间注射中心，真侪人排队准备要做新冠预防针。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李贝讲，全英国做第一档预防针人数已经超过2000万。不过伫同一天，英国伫咧境内苏格兰甲英格兰，拢发现源自巴西亚马逊州首府马瑙斯的新冠病毒变种病毒株 P1。The P1 variant has very similar mutations to what is called B1351, which was first described in South Africa. One of the individuals who we have identified who travelled back from Sao Paulo through Zurich and then on an onward flight from Zurich to London Heathrow. Tem gente morrendo, não é brincadeira, não é brincadeira. 这是今年1月中，马老师一间病院外口陪伴病人的家属情形，因想要知影家己的亲人怎么伫病院内面接受治疗的情形。
英格兰公共卫生部讲，伫马老斯所发现的变种病毒株 P1，甲伫南非第一遍发现的变种有淡薄仔突变，即摆有风险的防护力可能会小可无够，不过也是要做更加侪研究才能知影。This P1 variant is more transmissible than the original strains we saw from this virus. It is likely to have more antigenic change and therefore increase the risk of reinfections. 伫英格兰发现的3例，其中2例来自格罗斯特郡港一个家庭，因拢有去过巴西，不过甲另外一个个案应该无关系。苏格兰3例也去过巴西，拢已经开始做疫调，相关接触者也拢做采检。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南韩对2日开始注意风险，嘛希望讲伫今年秋天大家第说唔惊病毒。南韩政府嘛继续增加病毒的检测站，拍算要重新开放，互外国人会使抢命来检测，互一寡非法的移民嘛加来检验病毒，才袂造成防疫的空棚。最近南韩几个真侪外国人聚集的地点爆发群组感染案件明显增加。为阻止疫情，南韩伫全国各地设立另外临时检测站，包含仁川市3个、首尔市甲京畿道各3个，甲中清南道2个，总共有14个。I know that it's easy to get it tested in pretty much anywhere you see one of these tents, at a hospital or at a GU office. And it's free for charge for everyone. 2月15日，南韩政府调整政策，无要提供暗含名字的检测，爱提供名字、电话号码、甲出示的日期。不过，对于非法滞留的外国人来讲，因真可能会着惊，唔敢去做检查，进一步造成防疫空棚。As foreigners without a valid visa might be hesitant to get tested for COVID-19, authorities are working on ways to offer anonymous tests. And added that nobody will be deported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collected for the test. I think anonymous testing is good because it will just increase public willingness to get tested, and more testing is good for the public. 根据南韩法务部统计，非法滞留人口差不多占外国人口比例20%。另外一方面，政府也协助外国人克服语言障碍，伫各检测站会部署讲英语的医疗人员。南韩已经有200件变种病毒确诊案例，卫生部门表示会继续关注病例变化，看情形，爱随时调整社交距离这限制措施。中央防疫对策本部部长陈金敬表示，只有70%人口做疫苗，就算病毒亚达冲到治，也就是平均每10个患者传染互10人，伊原应达到有效的群体免疫。南韩总理郑世均信心发话，认为南韩有希望在今年9月左右实现群体免疫。公司新闻林孝祖编辑。来看美国纽约是一个有真侪无共款族群的都市，不过疫情爆发以来，常常传出亚洲的红旗师的情形，甚至最近发生几站亚洲的互人攻击的事件，都有亚洲的民众实在无法度去吞忍，发起示威游行。The train stopped on the next station and opened the door. Before he left, he moved forward toward me.And slashed my face. 无理由互人辱骂，甚至暴力加身，以足做多元出名纽约市，这几礼拜针对亚裔受训攻击增加。进前一名36岁亚裔查甫人行伫中国城，脚趾片被插一刀，也伫诱导昏迷治疗当中。顶个月，丰丘区一个亚裔富人人也被白人查甫人拍破头壳。27日，曼哈顿市政厅附近佛利广场的亚裔示威活动，吸引数百人参加，要求保障人身安全。政治人物拢来支持多元价值。Anyone who commits an act of hatred against the Asian American community will be found, will be arrested, will be prosecuted. We will not be separated. This is our country. This is the country of immigrants and immigrants who built this country. 早伫去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亚裔受排斥甲歧视状况继续恶化。当时总统川普继续以公负流感、中国病毒这刺激性言论，助长受训分裂。最近情形搁恶化，各互亚裔社群无法度忍受，包含导致纽约市长选举的杨安迪。第一，纽约州众议员明朝文也拢参加这场示威活动。
另外一方面，美国食品甲药物管理局 FDA 27批准交生公司之注一支的新冠病毒疫苗紧急使用授权，加入美国第3支批准的疫苗。总统拜登表示，消息让人真欢喜，不过疫情依然真严重，免就安尼降低警戒。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今仔国际上阁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点台湾来看世界。首先是缅甸军政府镇压示威民众，伫各地向抗议的民众开枪。缅甸上大的都市阳光哦，情况真惨，有人讲就亲像战争共款。联合国秘书长嘛强烈谴责。再来看美国前总统川普落台了后，昨头一遍发表公开的演讲，伊伫佛州一个活动是讲，伊应该会伫2024年搁再出来选总统。咱再来看中国打压香港甲新疆的人权事件，受到真侪国家的批评哦。日本政府本地今年要邀请习近平去日本访问，传出讲即马嘛已经取消了。再来看，昨是228事件74周年，今年的纪念仪式，伫当年军队上新用武力镇压的故市高雄来举办。总统蔡文甲行政长苏贞昌等人拢到现场，嘛向受难者的家属来致意。这是高雄世博馆现场有真侪家属共同追思伫228事件当中所牺牲的受难者。高雄是迄当阵228事件第一个正式予军队武力镇压的城市。第74周年即天来举办今年的中秋仪式。大家更加期待咱政府最高的首长会当伸张正义，甲74当前的228大屠杀接续38当世界第一具的白色恐怖戒严。这段真长的历史真相，公布予老中青国世代知影。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还有高雄市长陈其迈等人，早起嘛拢来动年，因为镇压死伤真大的旧市府，也就是即卖世博馆做伙哀悼受难者，而且祝福各地争取民主自由的香港，希望阳光总有一天会回归。我们必须诚实面对自己的历史，深入了解威权统治下压迫体制到底是怎么样侵犯人权，这样才能提醒大家，只有民主制度才可能出现一个自我节制、勇于反省的政府。228事件纪念日嘛是林家血案41周年，副总统赖清德早起出席伫咧义工教会举办的追思活动，但是民进党前主席林义雄是无参加。通过档案条例征集，放伫咧国务会各单位的资料。同时，阮也连续进行4波刑罚有罪，并撤销的名单，互迄个时代受难的人、受到不当审判的人，会当恢复因的名誉。赖清德呼吁爱继续深化民主，唔通行威权的回头路。毋过228历史事件伫咧维基百科无法度去用编辑，引起部分人士的不满。再去228和平公园内底纪念馆头前发声，不让这些新出土或新的被认证的论述有机会来发表。政见甲问题指向行政院政委唐凤，228公园外口嘛有团体大动作在抗议，认为讲蔡政府逐年消费228事件，现场出动真侪警力来维安，因为着惊讲会出现冲突。记者综合报道。除了高雄，台北228和平公园嘛举办纪念活动，前总统马英九甲台北市长郭文德拢有参加。两个人的致辞拢强调讲，台湾社会应该爱合作，用爱化解纠纷。今年台北市府的228纪念活动伫228和平公园内底举办，前总统马英九嘛互邀请来参加。郭文泰嘛拄骑脚踏车228个行程当中赶转来，下晡2点28分，和平钟声响起来，进行追思默哀。6年前的228纪念活动顶悬，郭文泰捌2届拒绝甲马英九来握手，即马搁一届公台，两个人嘛敢若握写字，无收这互动。毋过致辞文当中，两个人拢有引用228和平纪念碑，碑文尾段的语句，强调台湾社会应该爱合作，用爱化解纠纷。致辞的时阵，台北市议员苗圃啊，伫咧座位客票据抗议嘛，去用注意。柯市长身为228家属，为了这个受到不小的压力，但是他告诉我们。台湾应该超越对立。我今天穿的浅蓝色的毛背心，这是2年多前一位228家属亲手打好送给我的，象征228亲属跟我的友情。
最后那一段，也跟刚才这个马英九总统在念的一样，宁为一体，互助以爱，相待以诚，化仇恨于无形，造和平于永恒。天佑宝岛，万古长青。我也期盼在反思过去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台湾可以挥别阴霾一起走向共同的未来。另外，郭文泰顶日伫面册破文中，甲228事件处理委员会描写做反恐疑点，后来才偷偷修改嘛，引起批评。郭文泰回应讲，定义228才是重点，爱大家唔通计较头前的内容。政府与国家机器进行大规模破坏，这个已经把它定掉了，这才是重点。所以前面你们就不要计较了。马英九伫咧纪念会前后，佮分别去228纪念馆参观人权特典，佮有去228公园内底福德宫来拜拜，向问到未来感受可能扩大南北合作的空间。马英九跟他表示，今仔日是来参加228的纪念仪式，无政治意涵。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东有一个专门帮助弱势囡仔的团体，有一个老师带10名学生，昨下晡去美丽湾的海边耍水哦。结果有一个17岁的姓李学生，被海水冲走失踪，佮还未找到人。昨台东的天气是无介好，海上嘛无介好，有10名青少年老师带队，带因去美丽湾附近头前的海边耍水哦。其中有一名17岁的囡仔，因为游泳大的帽仔被海水冲走，伊想去找帽仔，结果人嘛海水冲走。其他的同学看到想要救人，也毋过因为风影上过大，消防人员伫电话中嗌因唔通冲动。发生意外海边并毋是禁止耍水的所在，也毋过嘛因为美丽湾度假村的开发案无个继续，所以附近嘛无救生员。来看一个上新的消息，台中市太平区透早3点外发生火灾，有一名42岁的查某人因为目睭看无袂赴得心，伫2楼的窗仔互发现的时阵就已经死亡了。消防队到火灾现场的时阵，1楼就全部烧起来，一名女员工是对3楼跳楼得生，伫2楼靠挖进窗仔门的所在，嘛发现一个已经无性命的查某人哦，根据厝主表示，内底住的是伊的查囝甲义工，伊的查囝行动无介方便，目睭嘛看无，是住伫2楼，也毋过最后无逃出来，已经过身了。再来看台下球星林书豪，顶礼拜伫网络讲，美国长期以来对亚洲的族群是无介友善，就算已经伫美国 NBA 拍球已经9档，算是资深的球员咯。也毋过，伊嘛捌伫球场顶头，互人假是新冠病毒。林书豪伫接受媒体访问的时阵嘛讲伊会甲这项代志讲出来，是希望大家爱重视种族歧视的问题。勇士队的总教练科尔嘛表示，伊正支持林书豪的观点。那么，做伙来看这礼拜的体育消息。台个球星林书豪日前伫咧社群媒体发文讲，身为亚裔美国人，无代表无经历过选择加种族歧视。虽然伫咧 NBA 已经9年啊，也是会伫咧球场互人笑讲是新冠病毒。Basically, just there's a lot of Asian American violence. There's hate crimes, people getting stabbed with butcher knives and other stuff. And so there's just a lot of that going on, which I was just trying to bring some awareness to. 林书豪目前伫咧发展联名，金州勇士李军、圣克鲁斯勇士拍球。也讲伊无讲这件代志是当时伫咧倒位发生，伊强调新世代爱美国人已经开始改变。因正讨厌总是互人讲，因无互人种族歧视，爱加了卖了麻烦。勇士的总教练科尔也认同林书豪的观点。So ridiculous, and obviously, spawned by many people, including our former president, as it relates to, the coronavirus originating in China, and it's just shocking. 另外，受邀参加大联盟双城队春训的林子慧，双城队公关模式伫咧推特打影片，林子慧念家己的英文名。My name is Zhu Weilin. Zhu Weilin. 今年是林子慧伫双城的第一季，要正式球队第2号工具人，迎接新球季，各队拢开始春训热身赛。大联盟也准有限人数的球迷入场，为开季做准备。球员因也正欢喜，能够再看到球迷。国内中华职棒13日开始开幕战，今年是史上头一回有5队的赛季。顶礼拜5开始的热身赛也开放球迷入场。疫情队中已经同意
我们球迷可以进场，然后人数是满场的50%。13开始的例行赛，中职已经甲计划书送指挥中心，目标是比照去年后半段开放78趴入场，会当正甲啉。奥会主席林鸿都也希望选手会当优先组尽管有放射，指挥中心讲会尽量配合。可行性当然是有，不过奥会到底会不会办，或者他办的一些要求是什么？那我们当然会尽量配合这奥会的要求来做相关的后续处理。中华奥会主席为选手争取优先组有放射，国际奥会也鼓励选手伫咧东奥进前组，也毋过袂强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投埔里有一个大塘公园，原本则是日本的新社，伫战后土地互大塘来设厂，一几冬哦，常常传出讲大塘想要卖掉这块公园地，社区的民众是真烦恼，讲未来公园有可能会消失，所以嘛发起联署来订情，希望相关的单位会使协助来保存这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社区公园。上珍贵就是这个树啊，这拢900年以上的树啊。900年啊！哇，种900年的树啊，你甲看像这九强啊，这你要去搭找这种的九强啊。南投埔里大塘公园入口，拢是相当罕见的大樟老树，每一丛拢有100年以上的树龄。伫日本时代，这原底是新社。伫战后，因为大塘伫咧遮设厂，早伫咧10几年前。大塘就想要卖掉土地，因为社区居民强烈反对，才无卖。即摆这边遮吼是以前因的宿舍，为什么？宿舍外口有荡秋千，所以我们那时候很常来玩。这条路没有立即性的必要了，去开路了。啊，你佫把这树啊，好不容易保存下来，一个小公园，一个小绿地，啊，你甲开路落去，对阮来讲影响到阮遮生活品质啦。公园是埔里都市计划区内底起厝甲道路用地，10几年来居民烦恼大塘卖地，最近搁再一摆联署向公所订成，争取公所支持。土地使用分区这边有道路用地，还有住宅区，居民有联名申请到我们公所啊，我们公所有列入这一次埔里都市计划通盘检讨啊，现在我们就是要把它按照它现在的使用变更为公园用地。初步啊，我们调查的面积这边差不多4分外地啦。公所认同居民的诉求，有个3月3号邀集地主、大塘公司甲相关单位来会勘，通盘检讨了后，县府内政部审查，若是正式通过。10几年来，居民的心愿都会当达成。记者综合报道。28年间有真侪人去离岛佚佗，有游客咧畅水的时阵，看到一款蓝色的生物，亲像蚌壳内底才会出现的物种哦。畅水教练是讲，这是一种互人合作海神的动物。教练嘛提醒民众，虽然伊看起来是足水哦，也毋过其实伊有毒，看到伊就毋通上过接近。连续假期，绿岛的海边啊，出现真侪来畅水的人。这2天，绿岛的畅水教练伫咧烟花的海边发现这种蓝色，身躯有3对，那就是个同款的触角浮伫咧海面的生物。模样看起来真水，而且更加特别的是，伊浮伫咧海面的时阵，会甲这种真白水体夹掉咧。畅水教练讲，这是一种真海奇的大西洋海神水蛆。绿岛已经真久无看到这种生物。它是蛮稀有的，它蛮稀有的原因是因为它通常都是跟着浅壁水母一起移动，那浅壁水母通常都在比较浅水层，所以我们通常都会在某个季节浅壁水母靠近台湾的时候，然后在岸边的时候，岸边发现它。畅水教练讲，因为伊的模样真特别嘛，真神秘，唔知的人佫叫是讲是外星生物。其实伊嘛叫用号做纳龙，也是纳天赛。2当前海神水蛆嘛捌出现伫咧垦丁的海域，啊毋过畅水教练讲，海神水蛆停留的时间无长，若是有机会看到伊，会互感觉足深色的。啊毋过伊的身躯有毒，呼吁游客千万毋通用手来甲摸。记者综合报道。世界果是热带的水果哦，需要有真侪光线才通生长。南投的南开科技大学有团队在协助农民使用 LED 灯，喺伫暗时哦，嘛继续互世界果来照光，开始会大了较紧。最近嘛因为土壤酸化的问题真严重哦，团队嘛提供监控土壤酸度、空气湿度的设备，要来协助农民。
这一拍一拍无共色水的灯，毋是真好看的哦。玻璃出四季果，也因为四季果是热带的水果，上好是规工拢有光线照。南开科技大学就运用 LED 灯替四季果加照光，就发现果子成长的状况更较好。算讲吼，咱的批衫有啊，吼，咱的百香果因为这样也个面悠悠啦。啊无啦，甲这当阵那时阵，迄百香果有无？摇。红光的区域的这些百香果，它们的成长的话比较好，它们长得比较快，而且那个甜度的话呢，也比较良好这样子。进前就已经有 LED 灯照咖啡笋成功的例，大团队也用来照四季果，无共色水的 LED 灯照落去，品质也有精差。而且近来因为土壤酸化，地属果子海去。团队进一步监控土地的酸碱，观测空气的湿度，就希望种出无毒的四季果。无毒的话，我们就是可以来用我们土壤这个酸碱值来做一个佐证，然后来找出这个成长的这个因素，这样子，然后这样就是我们刚才的目标啦，就希望2到5月也能够有百香果。南开科技大学运用科技，帮助农民种出无毒、品质1粒1的四季果。也毋望通找到农作物上好的栽培管理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看南投县信义乡的第2部落，最近是专工开纺织商品的设计班，希望教一寡有兴趣嘛正够赤步的族人设计甲行销因的作品哦。那么做伙来看卖。充满本农风格的原住民工艺品，摆甲规岛顶真雅目，有细细领真古锥的传统服装，也有规罐用手编出来的台仔，这拢是南投县信义乡第2部落的创意纺织商品设计班所做出来成果。做出来了，我就想到说我要如何包装，因为我看到每个人都好喜欢它。学会技术之后，又教我们怎么去行销，继续发展他们的这种产业。把布农族的文化也推广，让大家都能够了解，生产一些东西，寄卖以外，也可以开自己的工作坊。南投县的原住民多元经济教育职能发展协会，注心提升原住民的职业能力，培训各种产业的人才。这摆开设这个纺织商品的课程，就是协会请老师来教族人，结合传统纺织甲现代的手工艺，又搁教族人要安怎包装商品做行销，通好推广部落的产业愈来愈兴。以前在这个地方手工艺的课程也很多，但是从来没有说是真的可以贩卖出去。除了在教他们这些东西以外，也一直在提升他们的自信，不会再去逃避说上课这一块。透过这摆的课程，不但是让族人学到技艺甲行销，嘛会当让因对家己的手艺甲部落的产业更较有信心。部落会议的主席嘛真鼓励族人来开个人工作坊，希望会当让愈多人了解本农的特色甲文化。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嘉义水上的三界埔，早期是分析正大的产区，后来做粉的产业是愈来愈稀微，粉楼嘛一间一间收起来哦。为着甲过去的产业记忆留落来，村民是用竹仔甲稻草照古早粉楼的外形起一个凉亭，来正做社区老大人开讲讲过去的所在。村民大家行入来亭仔内底，而且通好休凉，阁会使做伙食物件。这里用竹仔甲稻草搭起来的所在，是嘉义县水上乡三界埔的社区志工按照以前分楼的形体起来的。因为我们的烟楼都已经都倒了，大部分都倒掉了啦，都没有再整理，所以我们就用那在地的那个植材，就开始我们志工一起在那个全部都是他们在做。嘉义县水上乡的三界村过去有介侪分田。嘛要起过袂少，大家通做伙工课的分楼，因为产业豆豆啊落济，社区发展协会甲社区规划署合作，用上新钱的做法，起一座分楼造型的亭仔，互社区的时代来使用。大家拢是做这农村的工课就对，啊，这是因的回忆啦，因的记忆啦，啊，包括讲阮这老志工嘛是拢要凝聚这个力就对，啊，要回忆阮过去的迄个农业的生活。这是他们老人家走路的时候可以休息的一个地方。年纪大了，我希望他们走在半途路中，如果突然下大雨，他们有一个点可以休息，可以躲雨，可以或者说很冷的时候，可以刚好进来遮风避雨这样子。社区甲营地的空地整理好势，鼓励用清出来的食物做材料搭制作亭仔，
即马除了是庄内十大休喘开讲的所在，续来嘛要配合社区的产业开办课程，为规个社区营造新的气氛。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屏东的邦寮有真侪在地艺术家，街头巷尾嘛拢有真侪艺术品哦。无希望讲游客来到这只是走马看花尔尔。有一个艺术家黄英权，就伫渔港的边仔开一间工作室，准备要协助附近的艺术家规划出一条艺文旅行的路线，互大家来到邦寮，嘛会使知影愈较侪在地故事。屏东邦寮有一搭真有名的渔港。这几年来，有真侪当地艺术家伫咧街头巷尾设计侪艺术品，甲邦寮打造做艺文渔村。这寡艺术品当中有邦寮在地的小故事，不过大部分的游客拢只是行行看看的而已。所以有一位艺术家黄英权伫咧渔港边设工作室，当做游客的照门站。我会去介绍来访寮的人，因为这边有吃的有渔港的食物啊，还有我们的山产呐，甚至于有很多地方是大家还不是很熟悉的，我慢慢会去介绍这样的地方。对邦寮火车头开始，规路亲像马赛克装置艺术、路顶等等，拢是由在地艺术家设计作品。黄英权表示，望串联附近的艺文工作者，规划出一条艺文旅行的路线。曾经有跟几个艺术家谈过，但是现在等于说碍于环境还没有成熟，比较晚，后面可能晚个1年多再出来的。在现阶段，他可能还在整理他的环境。我们希望说，透过艺术家的连结，然后连结当地那个艺术家的点附近的可以让人家观光的地方。针对艺文旅行的规划，邦寮乡公所表示会全力支持，而且目前艺术村甲站前周边的整建已经做到第2期。望完成了后，会当让更较侪游客来佚佗。记者综合报道。大学学测成绩已经公布了，前2天嘛有办大学博览会，互考生会使来了解每一间学校不同科系的差别。有未少学校是提供真悬的奖学金哦，要来抢优秀的学生。以前嘛拢会有真侪国外学校来台湾招生，也毋过今年因为疫情，敢若有8间国外学校来参加博览会。发传单、摕传单，听各校的说明，学测成绩公布了后，所来就要准备申请写志愿。要大学博览会，各校单位头前有真侪学生来询问。最主要还是想要离家近，还有医学方面，偏于化学的方面的话，我可能会比较擅长一点。好像蛮有兴趣的，网络课程。为着要来抢这优秀的人才，未少学校提出几若百万的真悬的奖学金。而规年全球拢受到新冠肺炎的疫情影响，医学相关类科的询问度也提升。其实因为疫情的关系，像我们医药大学的学系啊，其实这几年发展都非常好。医牙药学系都是比较热门的科系，那它相对来讲分数就会比较高。通常一阶筛选都是均标先筛进来。受到疫情影响，今年海外大学的数量有减少，不过也是有德国、英国甲香港这8间学校参加。香港理工大学希望招到平均顶标，学测英文13级分，也是有托福、雅思成绩的学生。在英国理工大学无看学测成绩，是以在学校平均的成绩甲雅思为主。平均是有达到顶标的，这个是我们入学的一个标准。如果到9月的时候，疫情发展是已经像政府觉得 OK 的话，开放学生上课的话，那我们就会希望学生都是回到校园。但是以我们这个学期现在都还是在做这个远距离教课。去英国念书的学生人数的确是有下降的情况，因为疫情的缘故，至少下降了1半以上。雅思要求是6.0到6.5左右。理资大学它本身的话也是举办了线上的这个面谈会。因为108考公实施明年开始，大学的考试甲招生会有新的变化。所以讲今年学测真多买大学测，要大学博览会参加的人数比过去较多，就是要把握机会找到理想的校系。记者综合报道。偏乡的医疗资源是真欠缺，咱来看台大齿科学系，因逐当拢会组成志工队到偏乡的庄头去服务。今年伊是到婚姻园长的和平国小，教囡仔人要安怎来照顾家己的喙齿，冇安排义诊的服务。台大口腔卫生服务队已经成立22年，试过到偏乡学校宣导喙内卫生教育，利用家己制作的海报册，带囡仔人跳舞，让各校学生了解口腔卫生的重要。那所以整个口腔的健康来讲，
其实预防胜过很多次的治疗。以预防为主之外，其实也提供一些简单的治疗。今年因到训练园长的和平国小，教囡仔人安怎照顾嘴内卫生，也安排义诊服务。学校非常重视小朋友的卫生以及健康，所以这一次有机会让台大的团队的学生来到我们学校进行这样的一个口腔卫生的保健的营队。实在是小朋友的福气。义诊的时阵，常常因为场地因素，医生都要用现有的设备去顾到符合医疗卫生的原则下，家己出手打造看病环境，提供上适合的治疗。那当然，这里面其实你刚刚看到的那个，包括就是给水的，还有非遗的收集，其实就是利用保特瓶，用保特瓶。那这个其实也就是说现地现物，然后。我们手头上有什么东西，那我们就是去把它设备成类似在诊所像可以工作的方式。台大口腔卫生服务队行过70外间学校，和学生囡仔在轻松的气氛，明白正确的口腔卫生观念，维护个人健康。记者综合报道。澳洲的博物馆美术馆趁这届的疫情，博物馆休困，请师傅好好整理一寡作品也毋过有一好是无两好，博物馆嘛是真烦恼，讲毋知影什么时阵才会当重新来开馆疫情无赶紧结束，员工爱领薪水，阁有开销，未来是毋知影要安怎。修护师用棉花伫咧切土粉甲垃圾，每一个动作拢爱真细腻。因为这幅画是1675年巴洛克时期西班牙画家摩里罗的作品。颜料本身会得到时间、温度、湿度出现氧化反应，土粉条条的加昆虫的危害，也会造成油画的褪色翘起来。所以每一幅画拢爱开真侪时间修复。伫疫情发生了，美术馆、博物馆采取社交距离、封城闭馆的措施。等到好这寡修护师有更加多时间修复这寡名画。Presente, infatti ci vedete in pochi. Quindi cerchiamo di mantenere la normale amministrazione pur venendo meno, quindi in realtà stiamo facendo di più per cercare di arrivare al momento in cui riapriranno il museo con le opere pronte per presentarle al pubblico. 减少将近70个旅客和美术馆的处境变作真困难。有一寡博物馆只好摕一寡馆藏的物件出卖，若是意大利。尽管无讲做游客，法国巴黎博物馆也受到正大的冲击。长手的维纳斯胜利女神像，也有达文西的蒙娜丽莎、罗浮宫殿馆三宝，拢无游客伫咧边仔翕相，就连外口的玻璃金字塔也无人。规座博物馆美术馆啊，互人市暂停的开馆。Ici, on est dans un des secteurs les plus fréquentés du musée habituellement. On est vraiment dans ce parcours des chefs-d'œuvre avec ces grands tableaux qui ont fait l'histoire de la France avec le sacre de Napoléon qui est juste là. 目前官方除了推出去年的博物馆线上导览，进前也个拍卖因的导览行程，表着的人会当伫咧修复室近距离欣赏蒙娜丽莎的微笑。博物馆是想尽办法要增加实际收入，希望会当度过疫情，重新迎接游客。公司新闻王碧文报道。再来看澳洲的太空总署头一遍要找独臂的太空人为世代交替来做准备因鼓励女性报名，嘛开放新生障碍者会使来参加2月、3月底开始接受申请，1年半了后就会选出遴选。追求太空梦的门变关了，澳洲太空总署伊萨计在1年了后，搁再招募太空人，打开多元化之门。At this type, in the new search 2021-2022, we would really particularly encourage women to apply. 澳洲女性太空人敢若只有2个，因为报考人数原本就偏低，所以讲真积极来鼓励女性参加，这是澳洲新一代太空团队重要考虑。另外，也头一摆为身体障碍人士来拍开大门。So when it comes to space travel, we are all disabled. You know, we all have a disability because we were just not meant to be up there. So what brings us from being disabled to go to space to being able to go to space is technology. 澳洲太空总署顶一摆在2008年招募太空人，即阵拢活跃在各项太空的任务。即摆有计引入20名独臂的新血，准备更加侪年了后的世代交替。即摆选拔会对3月31到5月31中间来接受报名。佩斯克有计应征者更加多，而参加的人必须来通过6个阶段。
包含学习、体能，也有心理的状态各方面的严格考验。1年半了后，2022年10月会公布最后结果。也毋过，这只是太空生涯的起点。对体能、语言、生存这些基础的训练，来进入真长的终身训练甲学习的阶段。Is it financially attractive to become an astronaut? I'm asking for a friend. It's okay. I'm happy. I didn't do it for the money. A million jobs making better money than being an astronaut. It's a little bit like being in the military as. 做太空人未发财，不过会使得到绝大多数人无法度得到的太空经验。训练中心表示，前5年到10年的核心目标是登上国际太空站，研究维修甲商业任务拢有可能。了是有机会飞甲更加远，挑战登陆月球，也有前进火星的计划。公视新闻是会中编译。以色列挖近地中海的附近有将近200公里长的海岸线，最近是发生真严重的漏油的污染恐惊要几10天才有法度会使清去。有真侪海龟、佮鱼仔，甚至是海鸟，规身躯拢是乌油。为空中看，以色列海岸线出现大范围乌麻麻的焦油污染，发出插片有毒气味。以色列当局警告民众暂时唔通去海边佚佗，出动数千军人甲志工展开大规模清理，海保电源一地一地黏糊糊，拢清未了。More than 90% of the beaches in Israel are polluted, including rocks, sand, and all between. This is the vast pollution since 48, and I think even before. 以色列环保部推测，污染来自2月11日左右，经过附近海峡的一只船只，恐惊有9000吨的焦油流入地中海。北部的黎巴嫩也受影响，我国海洋生物遭受浩劫，濒危的红菇甲青菇无法度生存。民众伫海边发现全身拢是油的细只海菇甲海鸟，七八千起也洗袂掉。海菇保育中心用清水慢慢冲。כל הקנה נשימה בפנים, מבחוץ, כולם היו מלאים בזפת, היינו צריכים לנקות כמה שיותר מהר כמובן את אזורי הנשימה שלהם ולאחר מכן בעצם ביצענו כל מיני הליכים רפואיים על מנת לנקות את מערכת העיכול שלהם מהזפת. 目前清除工作依然在进行，真侪民众主动来到沙港，不过为海床到岸边，恐惊几年到几10年拢真难完全清除了。总理纳坦雅胡甲官员视察了后，表示政府会拨钱数百万美金支援。以色列当局甲欧盟合作追查肇事者，锁定9只迄个时阵伫海峡出现的船只。环保部长表示，若确定会对肇事船只的保险公司提告求偿。公视新闻是会中编译。今仔天气会真热热，早暗暝较凉冷全台湾的空气是拢真歹，透早个暗时嘛会蒙雾能见度是无介好，所以塞车都爱特别注意。咱做回来看今仔详细的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27度。中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8度；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6度；华岛地区上低12度，上悬2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